各位好，歡迎入翻嚟呢個 channel 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哋繼續窺探一下外賣員啦。咁喺呢個主要係 Kita 呢個平台咧改咗呢個政策之後啊，咁啊有幾咁辛苦啦，面臨緊咩困局啦？咁啊點樣俾呢個平台壓榨咧？又面對緊咩嘅困境咧？咁事不宜遲啊，即刻討論下究竟而家一眾嘅外賣員佢哋面對緊咩嘅狀況啦？咁首先第一咧，咁就係呢個搶單制度啦。如果外賣平台啊咁撳得唔快咧，就冇單接啊。咁而家實施緊呢個搶單制度咧，即係話咧一張單出現嘅時候咧，邊個撳得快啊，落單就可以攞到張單㗎啦。咁聽落好自由啦，實際上係點咧？一眾嘅外賣嘅同事啊，咁佢哋咧就踩緊單車啦，或者揸緊電單車，穿過一啲人多車多嘅街道咧，突然間咧就話彈張單出嚟，咁一定要撳掣㗎咯。如果撳唔掣咧，咁撳唔切咧，張單就亦都會俾人搶走咗啦。有車手咧就反映啊，哇揸緊住車，前面有人有車，撳唔切咧就冇單做啊！一撳咧，一分心又可能撞死人，發生意外啦，風險極高啊！一張單可能牽涉到一條命，甚至乎係其他道路上嘅使用者啊！咁呢一種搶單制度咧，就其實唔單止唔合理啊，根本唔人道添啊，危害緊咧車手啊，一種外賣員同埋甚至乎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啊。第二咧就係咧，最近有一種制度啊，咁就推出咗啦，叫做 K 高制度，咁可以優先派單嘅，咁但係咧，就要犧牲呢個收入啊，K 高制度咧聽落就好似一個升級嘅優惠啦。參加咗呢個制度之後咧，就可以有更加多單啦，同埋短距離嘅送餐距離啊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咧，價錢就變低咗喎。咁有外賣員形容啊，咁平台咧將啲好嘅單咧就派晒參加咗呢個 K 高制度嘅會員啦。但係其他人冇參加嗰啲咧，送嗰啲單咧又遠又難送又低價錢啊。即係其實同一樣嘢啦，做得多咗嘢啊，風險大咗啊，但係賺錢更加少啦。第三咧，其中第三個壓榨一眾外賣員嘅措施就係咧，得返極短嘅送餐時間，咁搞錯啊！就係5分鐘送一張單，即係話咧接咗單之後咧就限時限刻要你去送到喎。有個化名 K 先生嘅車手外賣同事咧就話，而家 Kita 俾嘅時間啊，由攞到個餐直至到交俾個客呢個時間咧，得4至5分鐘啊，根本就唔合理啊！因為咧就唔理呢個紅燈啦，會塞車或者其他道路上嘅情況，結果係點咧？係咪要衝埋紅燈啊？遲到咧先至唔會俾佢扣獎金咧？就話以前咧呢個時間係起碼合理啲啊，最少有15分鐘啊。而家咧就係要用呢個生命啊風險咧去換呢個速度，如果唔係咧又扣獎金噶啦。第四咧就係呢個孖單派送混亂啊，冇補貼。咩叫孖單咧？就係話咧接2張單啦，一齊派送啊。聽落咧就好似賺多啲，但係實際係點咧？K 先生咧舉個例子就係話咧，有一張孖單啦，就一張就派去天水圍南，一張就派去天水圍北，一張單咧要去銀座拎喎，另一張就要去新北江呢個商場度拎啦。送餐地點咧又南轅北轍嘅，入2個停車場咧都要30蚊啦，但係其實張單咧都係值57蚊啦，成個鐘賺埋都係得個10幾蚊，連最低工資都冇啦。但係外賣平台有呢個措施啊，冇補貼啊，就算孖單都就個情況唔理想啦。聽完呢4個呢啲制度啦，對外賣員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同埋困境咧，亦都係增加咗佢哋好大嘅風險嘅。直至去到另一個話題啊，就係話咧，其實一眾嘅外賣員啊，喺而家呢個外送行業啊，外賣嘅市場呢個收入情況同埋嗰個係處於呢個生存嘅邊緣啊。根據政府統計處嘅資料咧，全港咧有大約13000個外賣員啦。月入咧就少過15000蚊嘅，有30%咧更加少過5000蚊添。有陣時我哋喺網上面咧就聽到人講話，哇，每日1000幾蚊收入喎。其實咧係用電單車踩足10幾個鐘咁樣計出嚟嘅，仲要未包一啲成本啦，例如油錢啦、車錢啦、停車場啊、保養等等。但係工會代表咧都講得好清楚啦，以前有底薪噶嘛，而家連底薪都冇啊。步兵一單咧20蚊，電單車手一單都係30幾蚊，就冇底薪。簡單嚟計咧，一日做10幾個鐘啊，一日咧都可能賺得個300-400蚊啦，扣除成本之後啊，就一邊咧冒險，一邊咧又捱窮，收入又唔多喎，被剝削啦嘅感覺啊。其實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？就係喺呢個新時代啦，呢個網絡平台嘅底下，其實就出現咗喺香港呢個灰色地帶入邊咧，
出現咗個缺口啊，就係假自僱同埋呢個勞工保障缺口啊。咁咧一眾嘅外賣員咧，雖然咧每日咧其實本質上咧其實係同平台打工嘅，咁但係咧平台又話佢哋係自僱喎，咁啊變咗咧平台又唔使負責任啦。咁啊甚至其實我覺得咧香港咧就可以參考下外國嘅案例啊。咁啊喺法國啊，佢哋早於喺2019年啊已經有一條法例啦，叫做咧一個議案啊，叫做移動趨勢法案。咁就話咧進一步咧都規管咗外賣平台同埋外賣員之間嘅僱傭關係啊。咁啊規定主要有2點嘅，就係法案咧就規定啊，外送平台咧唔單止要俾外賣員啊可以選擇上班時間啦，同埋可以拒絕接受任務嘅自由，就唔似而家香港呢個情景咧。如果你又唔可以揀翻工嘅時間啦，又唔可以間接咁樣咧就拒絕任務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呢個係間接限制咗外賣員嘅喺香港呢個情況，因為如果你唔接任務嘅或者唔接單啦，咁啊揀上班時間，你咁啊將你嗰個評分調低，咁就更加少單派俾你噶啦。咁啊另外咧呢條法案啊，咁啊喺法國呢方面咧，亦都更加要求啊要確保呢個路程啊同埋呢個薪酬咧，即係嗰個收到嘅費用啊個金額透明啦。第二咧，呢個法案咧亦都希望平台啊同佢旗下嘅外賣員咧協商啦，咁啊可以提出得更加多嘅保障外賣員嘅條款同埋契約等等。咁至於外賣員呢個困境咧，咁啊有評論認為咧就源於北上消費啦，訂單減少啊。疫情之後咧，香港呢個北上消費嘅風潮啊盛行啊，咁啊香港都少咗人叫外賣啦，加上平台真係競爭啊。咁Deliveroo 撤出咗之後咧，得翻 Kita 同埋 Panda 啦，咁啊變咗咧，大家開始咧減價，最後咧壓死呢個外賣員啊，唯有喺外賣員嘅身上面咧吸血啊，壓榨佢哋嘅人工啦，咁啊變咗咧單價一路跌啦，咁啊即係保持佢個平台優勢啦，咁啊仲有呢個拒接單嘅懲罰啊，唔接咧就派唔到單，咁形成一個惡性循環，搞到呢一班外賣員啊就焗住咧要盡接啊，係咁撳掣啊，就形成好大壓力啦。咁關於呢個問題咧，咁啊究竟點解會咁咧？咁啊小弟有少想分享嘅就係咧有少少分析啦。咁啊因為咧其實外賣呢個行業咧個內卷加劇咗啊。咁呢個行業內卷即係話過度競爭咧，咁啊因為咧主要係咧外賣平台咧入門嘅門檻低啊，咁你冇正式嘅牌照啦，只係需要一部單車、一部電話，甚至乎唔使就係一部電話都可以做噶啦。咁加上疫情之後咧，好多嘅市民啊失業或者轉行啦，咁所以就一窩蜂咧湧咗入嚟做外賣員啦。咁啊更加嚴重嘅係啊，有媒體咧多次揭露咧，有唔少咧懷疑係黑工嘅人士咧加入咗外賣嘅行列啊。咁所謂黑工咧，即係話拎住行街紙啦，冇正規身份、冇合格工作資格嘅人啦。但係平台咧有冇嚴格審查喎？只要個 app 着到單啊照派，咁結果係點咧？接單人數暴增啊，訂單咧但係有限喎，咁啊單價自然被拉低啦。咁啊外賣員嘅供應上升咗，咁啊單價自然拉低啦，多你一個唔多啊嘛。一碗飯啊10個人爭點飽啊。咁啊所以我認為啊，對於本地人嚟講咧，外賣工作咧其實只係適合做副業啦，間唔中兼職下啦，咁啊唔好依賴佢全職揾食啊。即係譬如正職工餘時間有時間嘅，咁啊去走一兩單賺100幾十。幫補下就算啦，因為咧，如果你全職做咧，又喺而家嘅制度底下咧，風險好高啦，收入又低冇保障喎。作為正職就即係比較直播率唔高啊。第二咧就係咧，其實咧喺香港呢個制度底下，呢個權力架構失衡啊，一眾嘅外賣員啊就好似韭菜咁被割啦，咁啊冇力改變制度啊。點解咧？講到外賣員爭取權益咧，就要講到更加根本嘅問題，就係權力分配唔對等啊。Kita 或者 Panda 啲平台咧有大量嘅資金、技術、法律資源，咁啊話晒事啦，咁啊啲嘢全部佢寫出嚟嘅，所以咧無論係步兵定係車手啊，簡單嚟講，即係個用戶啊根本就唔係公司嘅員工，完全冇勞工地位可言。你想罷工咩？咁啊直接 block 你個 account 啦，要組織啊，咁啊外賣員啊本身工作分散啊，咁啊都冇相聚嘅空間啊，要談判咧，咁咧平台甚至乎唔需要同你對話啦，你唔做啊，大把人做啦，但係喺呢方面咧，政府咧亦都冇凸顯佢嘅角色啦，做一個把關平衡各方利益嘅責任。咁啊雖然議員提到咧假自僱啦冇保障啦，但係其實咧喺香港嘅法例入邊咧，對平台經濟嘅監管好薄弱。咁啊根本唔足夠保護到
依賴 Apps 揾食嘅勞動者。咁所以我形容咧，呢個係無聲嘅階級對抗平台資本啊，組織低啊，咁啊根本咧就好難推動改變嘅。咁啊喺平台嘅壓榨底下咧，外賣員咧又被困喺呢個制度嘅籠牢啊。睇翻外賣平台自己本身嘅運作邏輯咧，所謂智能派單咧都唔係絕對公平公正。佢哋根據數據作為基礎咧，咁啊將我哋每一個單咧就分為咧以一啲準則去評定，例如準時交單啦、拒絕接單嘅次數同埋客戶評分啊，甚至乎咧我哋去通勤啊、踩單車啊或者片車嘅時間都可以作為評分嘅依據。如果係唔符合平台標準咧，跌 ranking 啦。小單價低，咁有冇人問過？咁究竟準時派送啊，係咪一定會代表咧可以安全咧？咁點解平台可以用 AI 去規定我哋嗰4分鐘一定要完成一個跨區嘅送餐咧？咁其實喺平台嘅角度咧，咁就又唔一定話一定要安全喎，理得你死啊！好話唔好聽，你自己食嘅，你自顧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呢一種數碼監控壓榨嘅模式咧，其實本質上係用呢個科技強化呢個不平等嘅權力關係啦。平台都唔會理有冇燈位要等啦，有冇車位停啦，有冇塞車，佢就話佢即係話你遲到又唔準時啦，唔準時冇獎金啊，咁樣壓榨我哋一眾嘅勞動者啊。咁同樣地啦，咁呢個 Kita 嘅所謂 K-Go System 咧，雖然話俾多啲單你啊，但係咧單價低啊嘛，咁啊變相用優先啊呢個咁嘅吸引力咧，就換取我哋咧更高效嘅勞動強度啦，咁啊跌咗佢呢個典型嘅利益陷阱式嘅政策。咁啊總結嚟講啊，小弟認為咧，香港外賣員嘅困局咧就唔單止係低收入啦，更加係一個多重壓力疊加結構性嘅問題。行業過度競爭啦，平台用過度使用呢個科技監控啦，令到勞工地位嘅下降啊，同埋模糊啦。咁啊，外來競爭者咧又冇辦法監管啦，政府又冇辦法有效地去管理喎，咁令到外賣員咧冇得選擇，冇得改變，更加咧喺呢個權力架構底下，冇人會聽到佢哋嘅聲音啦。咁呢一點咧，可以喺香港現行嘅法規入邊咧，都略知一二嘅。咁當我哋攞起部電話落單嘅時候咧，我哋已經係呢個制度嘅一部分㗎啦。咁如果我哋都關心呢個社會公義，唔想一眾嘅外賣小哥咧，咁就為咗5蚊10蚊冒險送餐咧，就記得關注分享佢哋呢個議題啊，同埋要了解佢哋嘅困境啦。咁啊，今集講到嚟呢度啦，咁啊希望咧各位嘅外賣員啊，最緊要都係平平安安、身體健康，咁啊賺到錢就最好啦。咁我最後一個建議咧，就係咧，其實咧喺香港呢個制度底下，如果冇其他嘅政策推動啊改變咧，暫時咧，我覺得外賣嚟講咧，都係當係兼職算啦。好啦，多謝晒大家。咁啊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啦，支持下我哋呢個 channel 啦。咁啊，繼續分享唔同嘅試試，同埋有啲好書閱讀分享俾大家嘅。拜拜。